大家好，歡迎返嚟紐約與你。紐約變天啦！2026年，我哋迎來一位只有34歲，紐約史上最年輕嘅市長宋伊麥丹尼。佢唔單止係第一位穆斯林市長，仲係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。佢一上台就話要搞租金凍結 rent free 同埋免費巴士。到底呢位新市長會幫到你慳錢，定係令業主更加頭痕？今集同大家拆解佢嘅三大新政策。首先，大家最關心嘅就係住。麥丹尼競選嗰陣講得好清楚，佢話紐約租金太貴，趕走晒啲打工仔，所以佢嘅口頭政策就係全面凍結租金 rent free。佢承諾會要求租務委員會 RGB 喺2026年唔准加租，甚至爭取將租金管制擴展到更多樓宇。對於租客嚟講，當然係好消息，但對於我哋有樓收租嘅業主嚟講，地稅年年加，租金又唔俾加，這絕對係一個大挑戰，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啊！第二個重點就係免費搭車。麥丹尼之前喺州市議會已經推動過免費巴士試點計劃，而家做咗市長，佢又想將呢個計劃擴大。佢嘅目的係令紐約市嘅巴士全線免費，減輕大家喺交通負擔，同時鼓勵多啲人搭車。第三就係全民托兒 Universal Child Care， 但已經同州長達成協議，爭取款令4歲以下嘅小朋友都有書讀，幫輕家長嘅負擔。總合嚟講，新市長麥丹尼嘅政策好明顯係偏向租客同打工仔嘅。對於租樓住嘅朋友嚟講，這當然係好消息。但係對於我哋做業主或者做小生意嘅老闆嚟講，未來幾年可能會比較難捱，成本壓力會越嚟越大。大家對於這位新市長有乜睇法？你贊唔贊成凍結租金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想緊貼最新嘅紐約政策同埋慳錢信息，記得按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